光明健康的未来打拼。今日甲讲台为主见证是本堂陈先生、陈以安同学，由此信灵在同在为所分享的，诚做大家心的帮赞甲勉励。先来自防疫工作人来勇健，大家配合政府的政策。我若要为着全世界的家庭，所有的出外在外的，或是身体欠安的，由此亲自来看顾伺候。我的祈祷袂通，就准来求。阿免。这是亚音合唱团的赞美，赞美是荣耀归主名。感谢夜莺的活络，这时咱要来看上帝的话。圣经诗篇第1节到第6节。诗篇第1节到第6节，我会读出来看。无惊歹人的计谋，无徛罪人的道路，无坐过人的位，这个人有福气。伊所欢喜的，就是耶和华的律法；为你善思的，也是伊的律法。
伊要亲就像栽伫溪边，按时照规矩，伊的叶也袂打去。伊所做的已经远通，第40，歹人毋是安尼，亲像粗糠，互风吹散。60，所以伫审判歹人袂巧会处，也袂调。侪人伫伊人的会中也是安尼。61，对妖化在伊人的路，若是歹路，也袂无。讲到第8是福气啦，请陈义安同学，谢谢。各位在场的同工，以及即马咧收看直播的同性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圣神，求你即时，互阮降服伫你的气内的引带，互阮通心，互你拍开，互阮通用心听见你的话语、你的教示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祷，阿免。毋知影大家对今仔日讲道的题目有啥物想法？互你有啥物联想？我还会记得我伫国小的时阵。若是下课转去厝的欢喜，一个是交阿母抬杠，另外一个就是做电视儿童看电视。伫电视的广告中间有一个朗朗上口的广告词，就是有一个人摕提神饮料，大声对众人话讲“福气啦”。讲到这个福气，无分是伫台湾，也是伫国外，应该拢袂歹摕。甚至有人是真辛苦、真热切咧追求。我还记得1个月外前，张牧师伫讲道的时提起讲迄个雅比斯的祈祷，伊伫讲道内面有说明用传统来定义福气的方式，也就是讲一个人若是金钱、财富真济、名利丰盛，安尼即个人应该是真有福气哦。毋过，当疫情改变全世界、全人类的生活方式、思考的方式，即马咱看福气，可能已经有完全无共的定义。特别是即阵啊，咱感觉上有福气的时阵，大概就是有即个家庭陪伴的日子，也就是家人确诊。几届的人确诊，互咱画出即个。家庭的名时，掠做是真骄傲，阁真快乐无比。我目前伫学校内面有马来西亚、缅甸、印尼、甲美国来的老师以及学生。无共国的疫情，即马是拢迄个进程无共款。毋过伫上尾咧交流的路尾，时常咱会有一句的感叹。就是伫台湾有遐尼赞的团队咧服侍咧做这个管控公共卫生啊，台湾人实在是真有福气。这个疫情，互全球拢发现到人性的真实，也发觉讲合作真宝贵。同时间也有人咧经验生离死别。福气伫即阵仔是毋是通简单活的？伫请甲厝内人做伙咧？若是讲到生，讲到死，真正福气就无过是趁钱发大财，也是子孙满满、事业发达遐尼简单啊。福气这个真水的概念，并毋是现代人遮热切讨论的主题。今仔日所读的诗篇第1篇，若是对几落个较定读到的圣经翻译版本来看，真明显伊有。迄个翻译的工作者有下迄个小标题，真明显咱通看到即篇咧讲福气，也是人若有福气会是啥物款？伫代笔的时代就已经咧反省真正的福气是啥物。无的确第1篇无参像诗篇第23篇，摇花是我的牧者，遐尼互人人知，甚至是人会晓背。但是伫总共150篇的诗篇中间，第1篇算作是排老大，伊应该有伊的重要性，应该大家加减
决定讲要来用诗篇来灵修的时阵，第一篇加减嘛有听过，特别内面有一个真水的一百度，有福气的人就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边。我家己特别介意新标点和合本放这篇经文落的题目，伊的题目是两条路，是对两条路呢？若是咱详细看这个短短6节，提起几种无共的人，约略来甲做分类。一条路看起来是有福气的人，是义人；另外一条路是属伫歹人、属伫罪人的。伫第一节经文中间，诗人真强烈用3不宣言，3个不，无买，来拒绝为歹人、为罪人、为即个来讲愚慢的人对遮会来的挑战。咱来看歹人伊有甚物呢？伊有歹人有歹计无？罪人会邀请人望讲来行，甲我行即条罪恶的道路。愚慢人介意讲话去踢笑别人，所以伊真欢喜来邀请讲，我们来结党，我们来一起坐伫座位，坐定了后，咱就来讲别人的闲话，讲别人的歹话。所以是毋是安尼看？人只要有任何的行动，不管是你心内所想咧计谋的，你想要去行的路，甚至是你敢若想要坐落来休困一下，拢会有逐款的为歹的、为罪恶来的，迄个挑战、迄个诱惑，一直咧时时刻刻，若亲像3个放送头，一直咧甲咱邀请讲来对咧行动，来对咧行，坐落来，咱来做伙讲歹话。讲到这，可能在场的同工，也是即马伫直播后面的你会讲，迄是诗篇这篇内底迄位受软弱、太弱了，才会抵挡袂调。遐个无好的代志，遐明显摆伫眼前，若是有够明显，人阁有提防的心的话。遐个挑战根本是无算啥物，何况伫第4节有讲，歹人毋是安尼，是亲像粗糠，互风吹散。所以邪不胜正，邪恶无法度赢过正义，是一个不变的真理。总是咱继续看到第5节，煞节，当审判的时，歹人要徛袂牢。也就是讲，透过今仔日这作者的文字见证，通确定歹人若等到耶和华审判的时，一定徛袂牢。总是审判当时到，审判还袂到进前呢，伫有人一天互你分享歹的计谋，一天有人邀请你来行邪恶的道路，有人来邀请你来加入伊的党派，这种种的诱惑下面，一个人通挡偌久呢？有人讲苦难是伪装了后的祝福，同时是毋是咱也着细腻，什物代志是伪装了后的歹？因为咱拢知歹毋是拢洗做歹歹，歹有歹物件、歹的意念、歹的一个计划，有当时洗做水，洗做互人意爱。所以，咱即马活伫一个罪恶无有减少的世代中间，咱要安怎亲像目前的防疫行动，有一个拍长期战争的心理准备，一直等候到耶和华审判的时来，等候上帝为着咱伸冤的时刻来。诗人所描写的这个困境，咱可能甚至是毋免闭目睭来思考，咱即马就通真确定来回答讲，是安尼困难，毋但是对以色列来讲，也是的确是对即马、对台湾、对即马在场做伙来敬拜的兄弟来，也是有安尼的困难，这点并无意外。
我伫受难酒的时阵，捌甲教会社青甲大学生做伙来研究罪。我对罗马书甲加拉太书两个内面所提起讲，逐款罪做一个整理，后着甲整理25种，请要来参加聚会谈判，带薪去听这个调查，也就是讲，你捌经验到，你捌拄过什么款的罪恶伫你的生命中间。我真佩服大家诚实的分享，嘛真惊讶讲，大家既然真侪用实名制，因为咱讲罪恶通常无爱互人知，我留一个有名的栏位，讲你会当写，但是你会当毋免写，结果真侪人拢甲我写落，要甲我分享，做伙大道安尼。但是伫即个调查中间，咱通看到一件代志，就是咱就算是无故意去犯迄个大罪，亲像去杀人、去甲人行奸淫、去做啥物甲人偷摕物件，咱拢无犯。总是伫这个调查中间，票数最高的迄个是懒散无做代志，懒散不做事。所以，那亲像不管安怎，这个罪总是有一个罪名会当抵咧咱头壳顶。不管怎么样，你有做大的，还是无做啥物，也有一个罪通互你抵。所以，像是迄个做歹的人咧，这就互我想起耶稣伫客西马尼园对门徒的提醒。伊讲着细字免入去迷惑中间，因为恁的心灵是愿意，但是肉体是软弱。当咱礼拜改做网络的直播了后，同齐通做伙来敬拜的，除了咱兄弟姊妹以外，可能有一寡人未信者的，因为搜寻无细字就甲点入来。咱通真肯定的是，不管这个肉体软弱，不管是信徒还是未信者，这是咱共同的一个挑战。有时毋若是心内的交战，迄个伫心内咧挣扎，想讲我是要安尼做吗？安尼可能上帝较无介意，但是敢若毋若是心内的挣扎尔，搁较是对环境也有真大的诱惑。我想起进前我熟悉一位长老，因为我还未读神学院的时，我伫一个基督教的社福机构做社工，有机会去到台湾无同的教会去熟悉、去参与到因教会内面的社区的事工。所以伫台中这位长老咧，因为伊真热心咧推动社区服务，所以牧师特别请伊来介绍咱熟悉。暗时的时，长老夫妇嘛真好意，请咱食饭。食饭时，长老讲起伊家己是开工厂，长老娘就协助照顾工厂的大细项代志。谈到讲，伊有一个甲客户应酬的经验。长老讲，有一届一个客户千交代万交代，你毋通带长老娘，毋通带头家娘来食饭。结果伊就甲回讲，我会带我太太去哦。结果迄个客户面色就变得真歹看。长老话还未讲煞，我想3秒，我雄大声甲回讲迄个客户原来是毋若要食饭尔啦，是安怎咧？原来客户毋若想要食饭，食饭了后，迄个散摊才是醉翁之意，所以了后可能要去一寡特别的场所，有一些特别的应酬时间。恁咧想安尼的诱惑敢有大？诱惑中间阁有利害关系，伊是客户，我是做生意的人。无去的效果轻是伤感情，效果重是减一个大客户。咱努力想要找福气，超找福气。毋过做人生选择的路，那亲像这个长老共款，会拄着真大迄个拉扯，真大的挑战。这条路敢若一无注意，一无细腻，就会互人带去无好的所在。一无细腻就会伤害到家庭，无小心就是咱爱提防家己，也爱提防别人，人生活了真困难。
咱若是戆戆行对路，犯罪也准拄煞。但是，若是即马排伫目睭前的迄个选择，迄个来对罪恶来的看起来较水，伊已经伪装了后，迄个诱惑遐尔啊大，咱若甲选择即马看，敢若嘛，我较暗才悔改，可能嘛无伤大雅。若是安尼，咱要安怎无对歹人的计谋？咱要安怎无行罪人的道路？咱要安怎无去坐迄个污慢人的座位呢？尤其咱即马伫礼拜，阁真侪团契拢暂停的期间，当咱身边无熟人同伴提醒，亲像即幅图，伊讲确诊想念教会里的家人，咧描写讲即个无法度实体聚会时，咱可能一寡兄弟心内的心情真较无通结连做伙。所以，当咱感觉到即款的孤单的时，咱是有搁较大的危险，去拢亲像羊走迷路，逐人行家己的偏路，这是真有可能的一件代志。当我咧讲行家己的偏路，我毋是趁真侪兄弟姊妹无在场，就趁这个机会来讲台变炮台来甲大家骂，毋是安尼。我是要真实来承认，讲我家己就是迄个拄着挑战、行家己偏路的人。2礼拜前，我收到一个还袂好的朋友，伊雄寄一个批互我。这个批互我受去讲，阮之前发生的代志，还袂解决的伤害等等，所以我心内就安怎讲，真复杂。这个复杂伫我心内安尼酝酿，但是拄啊好，我宿舍的室友伫迄天无困伫学校宿舍，所以敢我一个人。后来我迄暗用听歌。搁滑手机，搁熬夜真晚困，来面对想要抵挡我心中的迄个不安。结果过顿工上课，我搁真忝，忝的时阵，搁心内搁后悔，后悔搁情绪搁真低，搁甲人讲话就迄个口气较歹，所以这敢若一个真无好的循环安尼来发生。我感觉我的理智甲我讲。你拄着即个代志，你着祈祷交托互主。但是我迄个真满溢出来的情绪咧牵我去做我想要做的代志，去做我家己认为讲，我就是要放纵，我就是要啥物拢无爱想，我即马就是要借别的物件来倒撇。所以这哪亲像咱若用台语来读今仔日的题目福气啦，我毋是咧找福气，我变做福气啦。我无爱管啦，上帝我嘛无爱管，即马啥物我的生活我嘛无爱管，变做福气啦。所以，什么款的好消息对伫安尼愚戆的我，对伫可能有同款的经验，伫生命中间超找福气的你，有啥物好消息通对阮来讲呢？对咱来讲？我伫咧准备今仔日的讲道时，搁一摆互上帝的话来安慰，搁一摆看见伫上帝应允中间，好消息就伫遐。伫经文的第20到第30讲，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，明日三思的也是伊的律法。伊要亲像树栽伫溪水边，照时结果子，伊的叶也袂打去。伊所做的一尽行通，无选择罪恶的道路，来选择我群主的道路。遐有一幅真水的图，迄个有福气的人，亲像一丛树栽伫有水的所在，植物有水，所以会当活。首先，伊的性命保全啊。但是，毋若是会当活，伊搁较是一个有生产力，因为伊会当。照时结果子，毋但会当活，阁有生产力。阁较好的是，即丛树真果水，即丛树真水。伊的叶袂因为有秋天变黄，
冷气的危机，颠倒是永远袂孤单。树伫即摆社会中间，可能咱敢若甲看做讲是一个洁净空气的工具方式，也是提供迄个休困所在、遮荫处的工具。但是咱若转来到圣经中间，上帝伫创世纪安尼讲，伊互逐款的树对地呢生出来，通互人的目睭看了欢喜，伊所结的果子通做人的食物。所以树毋若是一个器具，伊搁较是上帝家己的创造，伊搁较是上帝对伫人的想事。伫经文中间，这个栽伫溪边，栽在溪水旁，这个水伫希伯来原文是讲复数，所以这张树咱毋若，因为国语把它翻正是溪水，咱唔通甲想做是一个小小的溪。伊可能是几条河的交界，伊是栽伫一个水源满、水泉满的所在，所以伊迄个伊通吸到的水是永远袂可以源源不绝的一直有的。所以若是对即几条河有生命的气力，有迄个真水的树，咱就通将诗篇的第一篇结连到转去到创世纪。也就是当咱看第一篇做诗篇的开头，第一篇老大的时，咱也会当想起讲，上帝创造也是伫圣经的上开始，也是伫创世纪的上开始。咱是毋是会当伫思想诗篇的时，毋若是看诗篇尔尔，咱会当转去到别个圣经的所在，转去到上帝的创造，转去到上帝是安怎伫伊甸园应允讲要互人甲伊有责任三甲管理世界。除了迄个真水的树，其中阁有一丛真特别的树伫伊甸园，咱拢知，就是迄丛袂当食、人袂当食、分别善恶的树。这个悲伤的故事。中间是有上主、上帝伊美好的心意，伊原先是毋望人会当借着即丛树合适单单来顺服伊，所以安怎款的人会当转来到诗篇？安怎款的人会当成做迄丛充满活力的树呢？即款人就是伫经文第2节所讲。要欢喜伫耶和华的律法，要明日三思或昼夜思想。所以当诗人遐尼肯定来讲出这个有福气的秘诀，伊会当遐尼啊肯定，伊的原因在伫倒位？伊的原因在伫今仔日经文第6节。若是大家有圣经通做伙看，第6节真重要，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道路。迄毋是讲我今仔日这2条。有福气的路较好，我选，毋是我选，重点毋是我选，重点是耶和华知。当一个人找求耶和华的律法，找求伊的帮助，是因为伊明白耶和华比伊较知这条路会通向什么地方。一个有福气的人，伊的好消息无在伫肯定家己讲，我成功离歹远远。我成功离那些罪恶远远，迄毋是伊的好消息。伊的好消息是真正明白，耶和华知我的道路，耶和华知正人的道路，耶和华知义人的道路。毋那是知识上的明白，搁较是用一个祈祷的心来讲，耶和华你知，感谢你。亲像先知耶利米伊所见证的，伊讲。耶和华是监察人心，是试验人的。耶和华是鉴察人心、试验人肺腑的。耶和华的确，耶和华一定，耶和华完全知另外这条路会行为倒位。伫这条路行到路尾，伫遐有伊对正人建立信伊的人上水的一幅图。
互人好亲像一丛树，有迄个生命的气力，通真安稳在伫溪水边。所以，这段福音的好消息，要安怎成做咱即阵的好消息呢？拄则提起耶利米，伊是圣经中的先知，另外一个先知以赛亚也互咱真好的提醒。伊伫以赛亚书59章中间，伊宣告讲，上帝知影百姓的心是安怎讲？伊知影咧？伊伫第1节讲，耶和华伊的手，他的膀臂不是缩短不能拯救，伊毋是听无啦。所以若是耶和华毋是听无，耶和华是要安怎知咧？伊知吗？耶和华知，但是伊问题出伫倒位？伊后壁以赛亚讲，因为百姓的罪，互因甲耶和华隔离，所以就算是耶和华知，这个罪煞伫中间隔离上帝甲人。所以伫后壁第7节、第8节，以赛亚讲了真重，咱做伙看，伊是行伫歹的路上，因行的路是芳远，因毋知影平安的路，因所做的完全无公平，因为着家己受迄个弯曲的路，毋知影平安，因毋知影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即马来看这。恁敢有看到2条路？一条路是歹人的路，一条路是罪人的路，一条路是弯曲芳远的路，这是同一条路。因毋知，所以因行这条路，总是上主有应允，上帝有应允另外一条平安的路。所以当遮个百姓听见先知以赛亚遐尼严厉咧甲因指正，因正经来后悔。因伫后壁来后悔，因来告别讲，阮是午茫光，却是乌；午茫光明，却是行幽暗。后壁佫讲，咱的罪过伫上帝面前增加，阮的罪，咱拢知，咱拢知。本地毋知，即马知。所以，当上重要的是，当人看见。真正知影家己的问题，当人真正知影迄个大气力、迄个帮赞是在伫耶和华，因就回头，因就活转身，伊就活过来要悔改，要转来到上帝遮找帮赞。上帝敢有甲因帮赞？上帝有，上帝出手，因为伊看到无人拯救，伊真戆影，就用自己的膀臂来施行拯救。所以，转来到诗篇第1篇，诗篇第1篇的诗人，这个作者以及先知以赛亚，都毋若是咧对以色列人讲话。这个信息毋若是对当初的以色列人，因要咧对今嘛的咱讲话。所以上帝伊安怎知以色列人行足侪无好，行足侪歹因？走毋对路，上帝也共款知咱内心上深的状况。就算是咱一个一个明明白白的罪都没有犯，但是上帝知影咱的心何等容易伫小可代志顶面软弱。上帝伊迄当阵对以色列人施行伊的大拯救，共款上帝也爱对。每一个愿意归应伊的人来行这个拯救，上帝行拯救的方式真水，又照着伊的独生所听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来行这个拯救的计划，互囝仔互伊赎回每一个人，为原本的奴仆成做伊的儿女，成做伊的囝儿。既然上帝，咱的阿爸爸伫上起初。创世纪遐，伊创造遐个树啊，创造遐个人，而且互人来参与着伊管理世界的工课。今仔日上帝也要继续透过伊的话，以及伊的信心，来伫世界来甲人叫，甲人呼召，来甲人邀请，来甲人改变。
互人会当参与伫伊的工课。虽然靠家己去抵抗迄个歹是真困难，实在是真困难，甚至咱家己逐人拢是一个罪人。总是上帝知影，总是上帝知影咱的心，总是上帝知影咱互伊创造的意义。搁较重要的是，上帝知影咱应该要行倒一条路，倒一条路是通去到迄个真正的福气。咱受到遮个稳定的罪人，通伫上帝怜悯中间，去经历到迄款栽伫一个所在安全感。这个栽对比的是伫第五节，歹人徛袂牢，歹人伊的骹步是无安稳的。但是若是伫上帝内面，若是伫这个我靠上帝道路内面，你通安稳栽伫溪水边。头前我提起迄个长老，伊的责任实在是真重大，是安怎讲？因为迄个客户对伊有即款特别应酬邀请的，毋若是一个，所以伊要面对的毋若是拒绝一届，毋若是拒绝一个人尔定，伊要面对的是伊一直爱知伊的身份是啥物。伊的身份是一个太太，伊的牵手的翁。伊的身份是一个家庭、一个公司的头，但是伊的身份上重要是，伊知影家己是照着上帝的话语来过生活的人。所以最后，伊甲伊的话讲煞，伊的回应是讲：我就对客户讲，我就甲客户讲啊，我甲我太太一定绝对爱做伙食饭啊！不巧，阮兜阁干那有一台车，所以阮一定爱做伙食饭了，阁做伙转去，所以绝不停留，让有任何散摊的机会安尼。因即款的态度，敢会得罪客户？当然会，但是伊用即款的态度，伊保全伊的家庭，伊也是做一个选择，即个选择是行一条军队上帝通去到福气的迄条路。立位东港兄姐，伫经文第3节所提起讲，既然伊所做的拢顺利，我咧想，即节经文应该会当真做，若是要问讲真正的福气是啥物，这是一个真好的答案。相信若是教会内面的人，伫社会中间，你若甲即个摕去问，大家拢会感觉讲哦，袂歹呢，我做啥物拢顺啊，拢无啥物快的，安尼毋是足好，真正有福气。不过咱着爱会记得讲，这是第3节，所以第3节即个人所经验到的福气，伊安怎会当经验？伊是经过第1节、第2节，所以第1节伊是无选择遮的道路，无选择第1节的遮的道路，伊拒绝，而且伊他心甘情愿的顺服伫第2节的生活形态，也就是伊较无伊有意爱伫耶和华的律法。当伊拒绝第1节遐个歹的价无、歹的道路、歹的座位等等，当伊选择讲我就是要来意爱伫耶和华的律法。当伊有这2个行动的时阵，第3节是伊经验到的结果，伊经验到的福气。所以会当讲，伊所做的一切，迄个过滤器啦，伊甲第1节过滤掉。那他用什么过滤？迄个滤网就是耶和华的律法。但是我感觉，咱伫即卖的社会中间，阁有另外一层滤网。迄个滤网是耶稣基督所亲手设立的教会，教会诚做肢体互相扶持、互相来勉励，这的确也诚做咱每一个同性兄弟的滤网。当咱受到提醒讲啊，对，无爱第1节，爱第2节，咱要选择耶和华的律法。所以，当咱一个人、2个人，搁较侪人决定要行这个同款、相款，较少人行的另外一条路。随望这条路无简单，
但是咱一届一届伫敬拜中间，伫祈祷、伫做伙团契中间，咱宣告讲：耶和华，你知影咱的路；耶和华，你知影咱的路。伫罗马书8章90，才有提起讲：独独上帝的神，若徛起伫恁，就恁无点伫肉体，是点伫神；无点伫肉体，是点伫神，点伫信心。所以即届的疫情除了改变社会秩序，也伫咧塑造咱的敬拜生活。无通来教会，咱安怎继续敬拜？也表现出咱平常时是安怎甲耶稣基督结连，也是一个挑战，来讲咱安怎来关心咱的兄弟姊妹，安怎来关心咱的厝边头尾。咱无点伫心，无点伫肉体。咱要来离迄个邪恶的路远远，要安尼做，毋是一直来宣告讲啊，我无搁要犯罪，我无搁要犯罪，这无效。是求迄个自信心住伫咱心中，来引带咱的心，咱的一举一动。既然这位创造的主完全监察、完全知影咱的心。咱就无需要搁遮看咱的无水的所在，无需要搁掩盖我们的不完美。颠倒通伫信心随时的帮助下面经历，有可能有这个云霄飞车般的刺激。这个网络上流传的图，伊的标题是上帝对你有一个计划，所以上帝对你有一个计划。真侪时间，伊毋是亲像开迄个名车，带你安尼顺行到迄个计划所在。真侪时阵，你可能是亲像这个囡仔行遐，好像坐云霄飞车，但是信心咧甲你牵，信心咧带你耶！你看迄个女生的表情是较明朗的，所以咱一定爱伫这个自信心的内面去经验到，虽然有刺激。但是上帝要引带咱到平安、到有福气的路。所以若杀到2020年，咱即马面对疫情，伫疫情的中间，教会是迄个惊吓的囡仔，但是耶稣基督伊是教会的头，伊的确要带咱去经历到迄个平安的道路。你若愿意，真单纯来靠无主的话，靠无耶和华的律法。去降服伫主的气力下面，用这个气力去抵挡你所拄着心内意念，也是外在环境所拄着的歹。这个奇妙要拯救的创造主，的确要互咱来安稳结果子，照时结果子，互咱经历着袂话孤单的生命，迄是一个真有福气的生命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上帝，愿你用你的话引带阮行合宜的路。主耶稣，多谢你的顺服牺牲，成做阮的好模范。主信神，请你的疼伫阮的心做工，互阮伫生活中间拄着有限、拄着挑战的时，通靠你得胜到有剩。阮感谢你的救赎恩典，你的创造伟大，你的疼痛甲陪伴。愿你伫阮袂话定定自责的时，用你的智慧甲阮合意，甲阮去听。奉主的圣名仰望祈祷，阿免。咱过来吟诗应答上帝话，圣诗303首，圣诗303首。
请坐奉献，我请红衣执事、惠平执事。请起立来因奉献诗歌。我主你面前，愿用心奉献，主你管理愿望，阿门，阿门。请坐。报告，消息：第一，今日总牧师前往中央教会主持这次的就任式。第二，办公室4月16日，牧师甲干事办公伊到4楼5楼办公。第三，社会公告，4月5号暂时处理好暂时主日礼拜第1场、第2场资讯直播，请会友伫厝内礼拜直播，若无清楚，请办公室王干事来联络。第三，暂时礼拜的时间，会友横向的关怀，请张罗这事团结关怀小组甲办公室来联络，甲总牧师。第四，4月20日起，本会推行甲上帝有约，使徒行传灵修，使徒行传第4章32节到第9章31节，请会兄弟姊妹伫厝内家庭灵修，默想每个经节，同心祈祷守望为主来见证。第五，暂时礼拜堂礼拜的时间，请兄弟奉献，伫上班时间到办公室交互王干事，也是迄个用完来汇款，汇款了也请办公室王干事来确认。第六，2019年的奉献证明，伫办公室来索取。请联络王干事以挂号的方式来邮寄。第七，本会4月份福禄团契财经祈祷会新年助理屋长青热火班、智慧型手机班、甲拜六的才艺班暂时停止主会。具体消息：胡宗阳经络甲苏建老师的公主吴匡瑞。也伫甲杨若涵姊妹伫4月25号台北结婚，恭喜甲祝福。也请为着沈素云姊妹、黄昭佳结束林先惠姐妹、苏孙斌弟兄手后恢复甲贺建，甲长久行动不便的人来代祷。有资料报告吗？你蔡长的报告。各位姊妹大家平安我想之前大家拢有看到迄个礼拜前拢有报送咱4月20到6月20教会灵修默想的迄种进度的活跃。
我加团队组代表总务司过来报告。咱可能最近咱有个人会发觉有一个图就是上帝甲撒旦两个咧对话。撒旦足得意讲，我用一只细细的病毒，就互全世界教会拢关起来。毋过上帝足轻松的甲回答讲，你错了。你虽然关我逐一间教会，毋过我甲逐一个每个信徒的家庭内底的厝内底，拢变成一个教会。咱即马咱的态度就是，咱要徛伫上帝这边，还是撒旦这边？南门教会就提供一个方式，因说讲进前伫过偌济进前有两礼拜的时间，拜一到拜六拢有一寡简单的经文、短短的经文，有牧圣的重点，甲代祷的事项，邀请大位，阮嘛照这种方式，就用使徒行传，因为耶稣搁活上天了，毋是故事，你讲故事就结束，过来就是教会的故事要开始，包括咱即马现在，所以咱继续来欢迎来提供一个来参加咱继续专家每一天用差不多15分到30分钟的时间，来查考使徒行传的内容，来一起来做伙来阐述上帝的话，分享专家来祈祷。我相信这是上帝足祝福的，嘛是像头仔传道者阮义安神学生所讲的，咱照安尼上帝，我相信上帝的应允会照安尼来实现咱上帝的话，伊知影咱逐人的道路，希望这个疫情一定会过。过来，南门教会大概有100几户的家庭，咱变做是150几户的家庭会个集合，愿上帝祝福伊的时间，甲大家。一时咱要来用402首，恳求主应带我的脚步，请大家来唱2遍唱2遍。402首。我的主领带我脚步，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，恳求你甲我带脚步，假使我永远比时正，让我带你顺受。改变，予我伫黑暗中做光点，对这引带是迷人，这是我人生的前梦。恳求主你带我脚步，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，恳求你甲我带脚步，假使我永远比时正，让我甲你遵守你改变，你我你我中最高点，对你因带是迷人，这是我人生的前梦。当心来领受上帝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信心的相通甲引带，互咱伫万百事中，伫黑暗惊吓的世代中间，通活出你的疼，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请坐，议会，别倒议会。